秀莲乡太鲁阁族人朝着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前进。针对太管处一再驳回秀莲乡公所申请狩猎，提出3项诉求：落实人机法、还我狩猎权，以及立刻修订国家公园法。最后要求落实实质共管机制，要求侵占太鲁阁族传统领域的国家公园返还传统领域权跟狩猎权。Günümüzde sevgisinden黑人上不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，这个国家设定国家公园法是不人道的法。国家公园法第13条限制，让原住民族无法在传统领域上狩猎采集。我们的国家把人民不如动物，我们是大大方方的去打猎，那白天都下来，现在呢偷偷摸摸的去，晚上3更半夜还被警察抓。我做过9个月的巡山员，但是呢，当我出来做国家公园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叫我们去拆原住民放的陷阱了。还我狩猎权！还我狩猎权！立即修改国家公园法！立即修改国家公园法！落实共管机制！落实共管机制！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。我们县国家公园处长30天内给我们答复，要不然我们会号召全国的原住民族人到中央来抗议。处长30天内，请你一定要答复。太管处的回复，我们能接受吗？不能。因为他们说立法院借期不细审，所以为修改国家公园法，要退回到太管处底下的共管会原地办理。事实上，我要跟各位族人报告，国家公园管理处底下的共管会其实没有实质的共管，而是由中央一手主导。这种不听评属的方式，我们表达严重的不满。还我狩猎权！还我狩猎权！所以我们要在11月28日星期六上午9时30分，我们要在花莲县议会成立太鲁阁族还我狩猎权自救会，欢迎所有的族人都能够来参加。敢来当帅，唔打马督的，唔打的，唔打的。